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奥氏国立大学孔子学院语法小讲堂。我是来自孔子学院的李老师。今天呢，带大家来看一看把字句。相信你们已经学过把字句或者接触过把字句，那么老师就带你们来复习一下把字句有哪些类型，在什么时候用。首先，我们看一下4种把字句分别是哪些。第一个，主语把名词、动词到、在加上地方。第二种呢，我们是在动词的后面加给，再加某人。第三种，我们在动词的后面加上趋向补语。第四种，我们在动词的后面加上一个形容词。如果你看不懂，没关系。接下来我们有很多例子。首先我们看第一种，动词的后面是到、在，再加一个地方。大家看，这是比。好，我们的动词是放，动词是放。我们可以说把笔放在本子上，把笔放在本子上。那同样是动词放，这3幅图我们可以说什么呢？我们可以说把电脑放在桌子上，把电脑放在桌子上。第二种，主语把名词、动词给一个人。我们看，这是老师、学生们。我们可以说学生们把花送给老师了，或者他们把花送给老师了。注意，这里是给的后面是一个人。他把电脑借给同学了，他把电脑借给同学了。注意了，这里的给是一个介词，同学是一个人。我们再看这个动词扔，这是球，这是兔子。我们可以说女孩把球扔给小兔子，女孩把球扔给小兔子。第三种是动词后面加上趋向补语。趋向补语是什么呢？跟老师来复习一次。首先我们有简单趋向补语上下进出回过起，再加上来或者去。我们有上来、下来、进来、上去、下去、进去、出来、回来、过来、起来、出去、回去、过去。我们也可以在简单趋向补语前边加上动词，拿上来、拿下来、拿进来等等。那在把字句中怎么用呢？我们先看，这是书，这是学生他把书拿出来了吗？我们看书在书包的外面，我们可以说他把书拿出来了，他把书拿出来了。我们再看，这是行李箱，行李箱在车里吗？他把行李箱拿下来了吗？他把行李箱拿下来了吗？我们看行李箱已经在地上了，所以我们说他把行李箱拿下来了，他把行李箱拿下来了。我们看，这是妈妈，2个孩子，他把谁抱起来了？我们看2个孩子没有站在地上，他们起来了。他把谁抱起来了？这里的谁是妈妈。我们可以说他把孩子抱起来了，他把孩子抱起来了。我们看，这是衣服，他要做什么？他要做什么？我们可以说他要把衣服挂上去，他要把衣服挂上去。这个在上面，所以我们用上去，上去。我们看最后一种，动词的后面有一个形容词。我们先看房间，房间干净吗？房间整齐吗？
不干净、不整齐。现在呢，房间干净了。那这幅图我们说我们要打扫房间，现在房间干净了。两句话放在一起说，我们就可以说：我把房间打扫干净了。我把房间打扫干净了。好，我们看自行车，自行车坏了，不能用了，他修自行车。现在这个人骑自行车，自行车好了。两句话放在一起，注意了，好是形容词，所以我们可以说，他把自行车修好了。他把自行车修好了。我们看，这是婚礼，这是蛋糕。他们用刀切蛋糕，好，动词是切切。我们可以说，他们要把蛋糕切开。他们要把蛋糕切开，开是形容词。我们看，这是窗户，窗户，现在窗户开着，现在窗户开着。我们用一个动词关，可以说什么呢？他要做什么？他要做什么？回答：他要把窗户关上。他要把窗户关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就请大家跟李老师来看看怎么打扫房间。打扫房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把字句。同学们，现在我们就以打扫房间、整理房间为例，看一看怎么用把字句。首先，请看，这是老师的房间。老师的房间怎么样？有点乱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整理吧。首先，我们从桌子开始。我把桌子摆正。我把桌子摆正。桌子上有很多东西。这是我的笔。我把笔放在笔筒里。我把笔筒放在我的小桌子上。这是熊，我把熊放在电视机上。这是遥控器、手机座、电脑线，我把它们放在冰箱上。我把电脑合上。我把电脑和鼠标放在桌子的右边。我把纸和书放在桌子的左边。我把水杯放在小桌子上。这是伞，我把伞放进书包里。书包，我把书包挂起来。我把椅子放在墙角。这是毯子，我把毯子叠起来。我把音响放在冰箱上。我把窗帘拉开。我把窗户打开。好，现在窗台不干净，我把窗台擦干净。这盆花在地上，我把这盆花拿上来。同学们，以上就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使用把字句的一个例子。现在让我们来一起复习一遍。注意，我们有4种把字句。我把电脑放到书包里，书包里后边这是一个地方。妹妹把她的红包送给我。妹妹把她的红包送给我，一个名词，送给，动词是送，给一个人，我。请您把伞拿出去。趋向补语，出去，拿出去。
形容词干净，学生们把黑板擦干净了。擦动词，形容词是干净。我们平时也会遇到一些学生常常犯的错误，比如说第一个，我放书在桌子上。我们一般不这样说，我们要用把字句，我把书放在桌子上。我把我的手机在床上放，放是动词，我们要把放提到前边来。我把我的手机放在床上，放在的前边。他把自行车没还给同学。如果把字句里有没，我们要把没放在把的前面。他没把自行车还给同学。我把作业已经做完了。如果句子里有已经，我们要把已经放在把的前面。所以要这样说，我已经把作业做完了。我把饭吃，这句话不对，因为它不完整。吃是动词，动词的后面应该有点补语或者形容词，所以我们可以说我把饭吃完了，我把饭吃完了，或者我们可以简单的说我吃完饭了。最后一个，我把路走，不可以，我们要说我走路。那这个时候你肯定会想问，为什么不可以说我把路走？那不是所有时候，所有的例子当中都可以用把字句。只有在主语让事物的形状或者位置发生了改变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用把字句。以上就是对把字句的一个介绍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